你有冇試過朝早起身照鏡，覺得鏡入邊嗰個人好似同琴日唔係好一樣，唔係話老咗好多，係眼神有啲散，塊面咧有啲垂低咗。你搓眼同自己講，可能係瞓得唔夠啫。咁但係你心入邊知道，唔止係瞓得唔夠，因為同一件事啦，30歲嗰陣瞓一晚咧就翻晒嚟。嗱，40歲之後瞓3晚都仲係嗰種疲倦，然後你開始接受一個講法咧，人大過咗就係咁噶啦。呢個嘢好得人驚嘅，因為咧佢聽落咧好合理，合理到你唔會再問落去。咁由嗰日開始，你每一次疲倦啦，每一次瞓極都唔夠，都有咗一個現成答案，而有咗答案就唔會再揾原因。今日呢一集就係想同你拆穿呢句說話。有本書講到一件幾得人驚嘅事啦，老化唔係跟住年紀行，係跟住你每一日嘅習慣行，而呢兩樣嘢可以爭好遠。講個情況你就明，兩個同年出世嘅人，今年一樣咁大，一個行樓梯行到冇晒氣，一個仲可以行山。如果老化淨係跟年紀行，呢件事唔應該發生啦。呢本書叫《慢老》，作者黃惠如係台灣康健雜誌嘅前總編輯，佢做咗好多年健康報道。咁睇完歐美同日本一大堆研究之後呢，得出一個結論啦。40歲之後老化嘅速度係可以調校嘅。聽完今集，你會有3樣嘢。咁第一呢，你會知道老化喺身體入邊實際發生緊乜。第二，你會攞到4個同你直覺相反嘅改動。第三，你今晚咧瞓覺之前咧就可以做到第一件事。先講機制，你條鞋帶兩頭都有粒膠頭包住噶嘛，冇咗嗰粒膠頭，鞋帶就會散開，越嚟越散。你身體入邊每一條染色體兩頭都有一粒咁嘅嘢咧，佢叫做端粒嘅細胞，每分裂一次，端粒就短少少，短到某個位，細胞就唔再分裂，咁就係衰老其中一個關鍵機制嚟噶。講到呢度，聽落好似冇得救，時間一路行，端粒一路短，但係有個發現徹底扭轉咗呢個結論。端粒磨損嘅速度唔係固定嘅，佢會聽你日常生活嘅指令，你點瞓啊，點食啦，點諗嘢，都會影響佢縮得幾快。呢個唔係作者靠估，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布雷克本喺2013年一個追蹤咗5年嘅研究入邊發現，改變飲食、運動啦同壓力管理之後，參加者嘅端粒竟然變翻長嘅，係一個先導研究，人數唔多，咁但係方向好清楚嘅。你手上面真係有個掣，咁所以慢老呢個書名唔係話唔會老啦，係話老得慢啲。作者講得好白，目標唔係要你長命啲，係要你健康嘅日子長啲。呢個分別好緊要啊。咁書入邊咧分咗6個方面：運動啦、飲食啊、瞓覺啊、生活環境啊、防病啊，同埋情緒。今集咧，我揀4個最反常識嘅嚟講，由最容易做嗰個開始。第一個咧係瞓覺，你一直以為瞓覺最緊要係夠鐘數，係咪？夠鐘數梗係緊要啊，長期瞓唔夠始終傷身。咁但係書入邊話，仲有一樣嘢咧，比鐘數更加關鍵。答案係規律啦，即係話日日12點瞓，7點起身，好過平日5個鐘，周末咧瞓夠10個鐘。呢個結論咧唔係坊間講客。2024年一個追蹤咗超過6萬人，
登喺 Sleep 期刊嘅研究發現，作息規唔規律，用嚟預測死亡風險，仲準過你瞓幾多個鐘。呢度有個位好多人中招，週末補眠。有研究發現，成日靠週末補眠嘅人，體重同代謝都傾向差啲，因為你每個禮拜都搞亂咗個生理時鐘2次。咁但係要講清楚咧，如果你平日真係嚴重瞓唔夠，補翻啲種好過唔補，最理想噶，始終係規律。你可以咁樣理解，每個週末補眠就好似飛咗一轉時差翻嚟。星期一你冇晒精神，唔係因為要翻工，係因為你個身體真係啱啱落機。所以規律嘅意思唔係要你早瞓，係要你每日差唔多時間瞓，差唔多時間起。你可以係夜貓，但係要做一隻準時嘅夜貓。仲有一個更加細嘅位，小夜燈。作者咧就提到啦，想瞓得好，最好熄咗佢。就算好暗，光線都會影響你嘅褪黑激素。不過如果你夜晚要起身去廁所，唔好摸黑，係用一盞暗暗暖色嘅裝低啲嘅燈，費事跌親。所以今晚咧可以做3件事啦，熄咗小夜燈啊，定一個固定嘅起身時間，週末最多遲1個鐘，就係咁多，唔使買嘢，唔使做運動。第二個係食嘢，由後生開始，咁好多人都習慣咗一件事啦，減肥，少食啲，輕啲，就係健康。咁但係書入邊話，40歲之後，你換一個諗法，唔係食少啲，係食好啲，因為呢個階段開始，你流失緊嘅係肌肉，所以方向好清楚啦。40歲之後，咁重點咧係食夠蛋白質啦，保住肌肉，唔係一味減卡路里。不過有一點要留意，如果你有腎病，蛋白質食幾多啦？一定要同醫生傾噶啦，唔可以自己亂咁加。講到呢度有個數字，好多人接受唔到。咁作者提到咧，65歲之後咧，個瘦嘅死亡風險仲高過肥少少嘅人。咁但係要留意翻咧，呢個唔係話增肥對身體好，真正嘅重點係老年人唔應該再盲目減磅，更加唔應該流失肌肉。如果你冇刻意減肥，但係體重又一路跌嘅，咁就唔係好事，反而可能係疾病嘅警號，應該去睇醫生啦。咁仲有一個位好易忽略咗，唔好自己一個食飯。咁我作者話咧，同朋友、同屋企人一齊食，對身同心都好啊。一個人食，你會食得快，食得求其，食得少啊。呢個位咧，我想講多句，好多長者健康出事，唔係因為唔識揀嘢食，係因為冇人一齊食。咁所以咧，呢一條表面講飲食，實際講緊嘅係關係。呢個唔係煽情。2015年一個綜合分析發現啦，社交孤立佢令到死亡風險上升大約30%，佢嘅殺傷力同一啲我哋好熟嘅風險因素係同一個級別啦。第3個係運動啦，提起運動，你即刻諗到健身房跑步啊，1個鐘，然後你諗我邊有時間？喺書入邊嘅講法好簡單啦，冇時間唔再係理由，因為零碎嘅時間都當運動，企起身就已經係啦。等下水滾嗰2分鐘咧，都當運動喎。等升降機嗰陣都當運動啦。煲劇中間企起身行2步都當運動啦。作者仲設計咗一個21日嘅微運動計劃，全部都係細到你唔會抗拒嘅動作。點解零碎都當運動？因為傷害你嘅唔係唔做運動，
係坐得耐，你就算夜晚跑咗半個鐘，日頭坐足9個鐘，都好難完全補返。咁點解要咁細？因為做得到，先至有得持續。一個你喺星期一做到啊，星期五就放棄嘅計劃，對端粒係一啲幫助都冇。第4個，亦都係我覺得最狠嗰個情緒啦。作者講咗一句好唔客氣嘅說話，面對壓力嗰陣嘅過激反應，係老得快嘅其中一個重要因素。留意，唔係壓力本身，係你對壓力嘅反應。同一件麻煩事，有人呢皺一皺眉呢就過咗，有人翻嚟覆去諗3日，兩個人嘅端粒唔會用同一個速度縮。你可能會諗，反應係自動嘅，點控制？作者嘅講法係唔係要你唔嬲，係要你留意件事完咗之後，你仲拖住佢幾耐？咁作者呢仲補多一句啦，我覺得好值得寫低。唔好話我個性就係咁，因為就係嗰啲個性令你老得快。最後一個係環境，呢個就更加顧慮唔到。咁喺書入邊話呢，環境雜亂唔止令你心煩，仲會令你失控，亂食嘢。呢個關係聽落好牽強，但係諗深一層好合理。台面亂，你件嘢都見到，見到就會攞。你唔係肚餓嘅，你係眼睇到。所以作者嘅建議係，想揾翻健康同腰線嘅，由執廚房開始，唔係由跑步機開始，係由你屋企嗰個台面開始。講埋一樣實用嘅，書入邊呢係列咗幾個老化信號，好易當成小事，係成日口渴，食嘢容易熱親，塊面黐咗飯粒都唔覺，口氣呢就明顯咗。咁但係要講清楚呢，呢啲未必淨係老化，食嘢成日熱親啊，可能同神經啦或者食道問題有關啦。無啦啦成日口渴，可能同血糖有關嘅。如果係新出現或者越嚟越明顯，唔好當小事，要去睇醫生。講咗咁多，你留意到一個模式冇？書入邊呢幾乎冇一條建議啊，都係細啊、平啊，而且好日常，冇一條係要你買保健品。好。執翻一次，瞓覺規律大過時長，飲食好啲大過食少啲，運動咁零碎嗰度時間大過1個鐘啦，情緒你嘅反應大過件事本身。你發現冇？4樣嘢冇一樣係要你買嘢，冇一樣係要你搵多2個鐘，全部都係喺你已經做緊嘅事入邊。改一改個做法啫。如果今集你淨係記得一樣嘢，我諗你記住呢樣。今晚呢，熄咗小夜燈，然後定一個固定嘅起身嘅時間啦。3、2、1，就今晚。因為老化唔係一個時刻，唔係你40歲生日嗰日開始，係好多好細嘅決定，日日累積。好消息係倒翻轉都一樣。下一集㗎，我哋會直接跳入端粒本身，講一本由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寫嘅書《端粒效應》。今集講嘅係習慣，下集講嘅係習慣點樣寫入你嘅細胞入邊。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呢，訂閱下，等下集出嗰陣揾得翻。你身邊如果有人成日話人老咗就係咁，share 俾佢。最後要講清楚一句，今集講嘅全部係書入邊嘅內容同研究，唔係醫療建議。如果你有任何身體狀況，或者係正喺度食緊藥，
請你同你嘅醫生傾，唔好用一本書取代一個醫生。特別咧係如果你有三高啦、血糖問題、奧患啊，或者關節痛，改變飲食同埋運動之前，問一問醫生先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我哋下集見。